害厉害！来，你念一遍。啊哦小时候读过啊哦等你了。小猪，这个啊哦，太棒了！热姐，你说，刚刚读到悠悠，会吗？跟你不会，不会慢慢，会不会？我再读。还要进修一下哦。你说，刚刚，读哎，跟播哎，跟播读哎，刚刚，跟播读哎，怎么打去？ CPU 更少了，可爱。